世界上有些現象，奇怪得讓人覺得它們不可能是真的。人們第一反應往往是把它們歸為神話、都市傳說，或者是那些科幻電影看多了的人編出來的故事。但問題在於，其中一些事件並不是由一個人、兩個人，甚至10幾個目擊者報告的。成千上萬的人都曾提到過他們，科學家研究過他們，軍方、記者、心理學家、物理學家、天文學家、醫生和懷疑論者都試圖解釋他們。可即使多年過去，有時甚至幾十年過去，這些現象旁邊依然留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詞：未知。我們習慣於認為，現代科學幾乎已經解釋了一切。如果天空中出現光亮，那就是衛星、飛機、流星或者某種大氣現象。如果一個人聽到奇怪的聲音，那就是設備、氣壓、聽覺疾病或者神經系統的作用。如果很多人都以同樣的方式記得一件並未發生過的事，那就說明他們的記憶出了問題。但有時解釋並沒有那麼簡單，有時太多細節無法拼合在一起，有時官方越發出現得太晚，顯得太脆弱，或者根本沒有回答最核心的問題。船有時現象本身就這樣消失了，只留下記錄、照片、目擊者證詞以及一種感覺，我們似乎看見了某種更巨大事物的邊緣。今天我們將解釋10個神秘現象，它們位於科學、心理學、歷史和神秘主義的邊界上。其中一些也符確實存在自然解釋，但這種解釋至今沒有被徹底證明。有些可能只是感知創，有些可能是騙局，但也有一些案例，即使最冷靜的懷疑者也不得不承認，是的，這裡確實有些奇怪。如果我們不相信神秘主義，那麼至少也必須承認，人類感知、自然界和宇宙本身遠比我們想象的複雜。我們從天空開始，因為天空最常成為一個屏幕，最奇怪的謎團就投射在它上面。1997年3月13日，亞利桑那州傍晚，菲尼克斯市及其周邊地歐上空出現了一串巨大的光點。起初，有人在地平線上看見發光的點，隨後更多人注意到，這些光點並不是混亂移動的，而像是某個統一物體的一部分。目擊者把它描述成一個巨大的三角形，或者一個 V 字形裂構，正磨聲地從城市上空飄過。它沒有轟鳴聲，沒有留下軌跡，也不像飛機那樣行動。它只是緩慢地越過房屋、街道和沙漠，仿佛完全不在意下方的人類。這裡最重要的是規模。這並不是一個受驚的人把路燈或金星印為 UFO 的故事。相關報告多達數千起，目擊者包括普通居民、司機、家庭、警察、飛行員以及教育背景和可信度各不相同的人。許多人聲稱，這個物體巨大到遮住了部分星空。有些人說，它直接從他們頭頂飛過，而那一刻他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，仿佛飄過城市上空的不是飛機，而是一座巨大的黑暗平台。後來，軍方表示，人們看到的是軍事演習中投放的照明彈。乍一聽，這個解釋很合理，夜空、燈光、軍事演習、人類想象。但目擊者並不同意。他們說，照明彈不可能如此整齊、同步地移動，不可能保持一個巨大三角形的形狀，也不可能無聲地從房屋上方掠過。此外，部分目擊事件發生的時間，比那些照明彈可能被看見的時間更早。於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分裂，官方說法可以解釋一部分光點，卻無法解釋整個事件。尤其耐人尋味的是當局的反應。當時的亞利桑那州州長最初公開嘲笑這件事，在新聞發佈會上，整件事幾乎被當成一個笑話處理。但多年後，他承認自己也看見了那個奇怪的物體，並且無法解釋它。這並不能證明菲尼克斯之光來自外星，但他給這個故事又增加了一層謎團。為什麼一位身居高位的人起初覺得有必要嘲笑這件事？
後來卻承認他確實不同尋常。這是為了安撫民眾嗎？船是因為他不願意讓自己看起來像一個認真談論 UFO 的人。直到今天，菲尼克斯之光仍然是最著名的大規模空中不明現象目擊事件之一。在這裏，重要的是不要急着下結論。也許那確實是照明彈，也許是飛機，也許是軍事目標、大氣條件和人類感知罕見組合後的結果。但當數千名不同地點的人描述的不只是光點，而是光點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黑暗形體時，問題仍然沒有關閉。那一夜，他們究竟看見了什麼？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，這個故事依然沒有被最終解釋？但如果菲尼克斯之光是天空中的謎團，那麼下一個故事則更加奇怪，因為它似乎觸及的不是宇宙，而是現實本身的裂構。東京，1954年，機場裏出現了一名歐洲外貌的男子，他看起來平靜自信，就像一個普通的商務旅客。他有護照、文件、簽證和旅行記錄。他通過護照檢查，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，直到工作人員注意到他文件中的國家名稱。那個國家叫圖洛德。問題是，這個國家並不存在。地圖上沒有他，外交名單裏沒有他，機場工作人員從未聽說過他。而據傳閱，這名男子本人也真誠地驚訝，為什麼未人知道他的國家？當工作人員給他看地圖時，他指向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歐域。對我們嚟說，那裏是安道爾，但他堅持說，那裏應該是他的國家。按照他的說法，圖洛德已經存在了1000多年。他繪繪多種語言。他看起來不像瘋子，更像是一個因為荒唐的官僚錯而感到惱火的人。他被扣留，被安排在酒店裏接受看守，文件也被拿去檢查。可是第二天早上，男子消失了，文件也消失了。看守據月沒有看到他離開。窗戶很高，沒有任何痕跡。這個故事被稱為來自圖洛德的人。他非常的合作為平衡世界、時間裂縫和現實故障的故事素材。但這裏必須誠實地說，這個故事的可信度存在爭議。他沒有足夠的文件證據，無法被稱為經過證實的歷史事實。他更像是一則神秘傳說，可能基於某個真實事件。比如一個使用假證件或與詐騙有關的人。但這個故事的力量不只在於事實本身，也在於他創造出的畫面。想象一下這個場景：一個人站在護照檢查處說，我的國家存在。周圍所有人回答，不，他不存在。他拿出文件、印章、貨幣、商務信件。對他來說，這就是現實。對其他所有人來說，這卻是不可能。這是最令人恐懼的情景之一，不是怪物，不是幽靈，也不是外星人，而是世界地圖之間的不一致。如果這個人真的來自一個本該存在，但在我們這條歷史線中沒有出現的地方呢？如果在我們世界旁邊真的存在一個幾乎相同，但有細微差別的世界呢？在一個世界裏，法國和西班牙之間是安道爾，在另一個世界裏，那裏是圖洛德。當然，科學不會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接受這種列論，這是正確的。但平衡現實版本本身，並不完全是純粹的神秘主義。在量子力學中，存在一些解釋會把事件的不同結果視為現實的不同分支。在宇宙學中，也存在多重宇宙模型。在弦理論中，人們曾討論過巨大數量的可能真空狀態和物理法則景觀。這並不意味着來自圖洛德的人真的是世界之間的旅行者。但正因為如此，這個故事才如此找人。他把都市傳說和現代物理學中真實的哲學問題連接在了一起。是否可能存在另一個世界，幾乎和我們的世界一樣，卻擁有不同的歷史？如果可能，
是否有人會偶然出現在創的世界？下一個謎團看起來不像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。他更安靜，他看不見，他不會出現在照片上。但對遭遇他的人來說，他可能更加可怕，因為這是一種無法逃離的聲音。新墨西哥州圖斯鎮，乍看之下，這是一個普通地方，有美麗的風景，荒漠氛圍和平靜的生活。但幾十年來，一些居民一直報告說，他們聽到一種奇怪的低頻嗡鳴聲。不同人對它的描述不同，像遠處的發動機，像震動，像地下某處有一台巨大機器在運轉，像頭部或胸腔裡的壓力。最奇怪的是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聽見它。一個人可能每晚都被這種聲音折磨，而他身邊同一房間裡的鄰居卻怎麼也聽不到。圖斯嗡鳴聲變得如此有名，以至於在20世紀90年代，研究人員和政府部門開始關注它。人們被調查，測量被進行，可能的嚟源被逐一檢查，輸電線、變壓器、軍事設施、工業設備、無線電頻率、地質過程、聽覺特徵。按理說，如果聲音存在，就應該能被錄下來；如果這是震動，就應該能被測量；如果這是某種設備，就應該能被找到。但清晰的嚟源始終未有被發現，這讓這個現象尤其令人不安。當一個人聽見聲音，而儀器卻無法記錄時，就出現了兩種可能。第一種，聲音確實存在，只是我們用錯了尋找它的方法。第二種，聲源並不在外部，而在人類神經系統內部。例如，低頻感受可能與耳鳴、感知特徵、壓力、應激、血管過程或大腦活動有關。但這種解釋也沒有完全關閉問題，因為世界其他地歐的人也報告過類似嗡鳴，英國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美國。於是問題出現了，這是同一種物理現象，算是同一種人類感知現象。圖斯嗡鳴聲可怕的不是它有多響，而是它無法被驗證。想象一下，夜裡你聽到一種低沉、禪調的聲音，它讓你無法入睡。你關掉冰箱、電腦、電源，你走到街上，聲音存在。你問親近的人，他們怎麼也沒聽到。你請專家來，儀器卻沉默。現在你面前只有兩個選擇，要麼整個世界都沒有注意到你聽到的東西，要麼你的大腦正在創造一種你無法躲開的現實。有時，最可怕的謎團不在天空，也不在宇宙。有時，它就響在你的腦海裡。現在，讓我們轉向宇宙，回到1977年8月，那一刻，人類接收到了天文學史上最奇怪的信號之一。俄亥俄州的大耳朵射電望遠鏡正在掃描天空，尋找可能來自外星文明的信號。那個時代，SETI，也就是搜尋地外智慧生命，並不被視為幻想，而是一個嚴肅的科學項目。如果宇宙中存在其他文明，也許他們會使用無線電。如果他們想被聽見，也許會選擇一種簡單而通用的頻率。其中一種頻率被認為是輕線，大約1420兆赫。氫是宇宙中最豐富的元素。任何研究宇宙的佛塔文明都應該知道這個頻率。有一天，天文學家傑里埃曼查看數據打印紙時，看見了一個異常。信號持續了72秒，它是窄頻的、強烈的、不同尋常的。它不像普通噪聲。打印紙上出現了一串符號，在周圍數值中顯得格外突出。埃曼用紅筆把它圈起來，並在旁邊寫下一個詞 “wow”。於是著名的 “wow” 信號誕生了。為什麼它會成為傳奇？因為它同時具備幾個特徵，使它看起來像可能的人工信號。它頻率很窄，它來自太空，來自人馬座方向。它持續的時間正好等於望遠鏡在地球自轉中能夠觀測該圓的時間。它足夠強，最重要的是，它始終無法被明確解釋。
但真正的問題是，它再也沒有重複出現。而在科學中，重浮性幾乎就是一切。一次信號可能是創、干擾、反射、罕見自然現象，或者任何東西。如果它重複出現，人們就可以把望遠鏡對準坐標，檢查泥源，研究頻譜，對比數據。但wow，只響了一次，然後就消失了，仿佛有人只在一瞬間打開了信標，隨後永遠關閉。幾十年來，出現過苦多假月，也苦那是地球信號被太空物體反射回來，也苦是衛星，也苦是軍事泥源，也苦是彗星，也苦是未知的自然射電過程。但沒有一種解釋成為最終答案。也正因為如此，wow，仍然是最美麗也最令人不安的現象之一。它並不能證明外星人存在，但它顯示了噪聲與訊息之間的界線可以多麼脆弱。想象一下，如果這個信號真的是人工的，那麼也苦在某個地方，數千年前，一個文明向宇宙發送了一次無線電閃光，地球偶然處在接收路徑上，我們只聽到了72秒。一個人在紙質打印結果上注意到了它，然後一切結束。如果這真的是一次接觸，那麼接觸幾乎是無聲發生的，沒有飛船降落，沒有向全人類發表講話，沒有天空中的巨大標誌，只有幾個符號、一支工筆以及一個詞，wow。